来看国防部去年推出全面国防手册，内容防质疑无实用。今仔日是搁推出新的版本，列出7项战争的时阵危机处理，甲民众面对敌人野情威胁，接领徛家就要保持冷静。嘛讲到战争的时阵会启动分区供水。台海情势严重，国防部去年4月推出全面国防手册，防批评无实用。经过超过1年，召开几摆跨部会会议，立日专家会谈意见13推出更新版，48页内容分兵时准备甲战时应变。其中战场规矩处置是这摆手册一大重点，协助民众战时合适生存自主。提醒民众，战时遭遇敌军攻击时，相关的状况应处做法，有助民众适切应处。在民众对各类型灾害应变做法方面，提醒民众遭遇战争、火灾、爆炸、建物倒塌等应变措施。手册列出7大项战场规矩处置，包括拄到飞弹爆炸，要由下面往外口逃生；拄到社会人行为异常，要提高更加新保持充足的逃走空间。面对敌人野情威胁占领主体，动作放慢，唔通用建议也是动作假使，避免刺激敌人。拄到突发攻击，用手巾仔挡步，按住喙片，赶紧离开，免令核武攻击，真紧密入室内，门窗关起来。我觉得看到这个可疑的军事行动的征兆的时候，其实民众要第一件事情是要马上理解自身的安全开始，可能是处于一种相对来讲受到威胁的状况。在战争中，民众的第一要务还是自保。手册也详细记载个人紧急避难包、家庭爱用物资，只是也立入太阳能电棒，好用结果歹处理应急之急。倾向手持式的发电机，这部分我们也有在做。紧急避难包内容物的研讨，在避难包的部分，包含它的内容物，也都会在明年，民安万演习都列入重点验证科目。针对停水的应变措施，旧版手册爱民众卡客户询问，新版手册有更新指出，暂时启动分区供水，会透过宣传车加广播宣导供水站的位置甲供水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